来看内政部跟行政院消保处调查主体转租的契约，发现讲有3成无合格，有真侪转租的契约期限是甲原本厝主提供的无共款哦，修理佮提前解约的条件嘛对厝卡较不利，所以嘛要求讲爱改善。消保处嘛提醒民众签约的时，就要特别注意。 包租代管合约书厝主提供的出租期间到112年8月7日为止，啊，毋过转租契约却是到8月20。包租业者定出的租约期间明显无合规定。内政部会同行政院消保处头一遍对包租业的转租契约进行调查。 查获起占率较悬的业者拢总25件，各抽查2份转租契约，上接看的4大违规包括租赁期间甲厝主提供的无共，也是要求承租人负担无合理的修理费用，也甲提早终止契约以及要换厝时阵的无对等契约。今天查到的一个案例，房客端，如果你有什么突发状况，你是不得提前终止租约，但是 包租业居然可以随时把你的契约终止掉，这个权利是不衡平的啦。消保处查获了后，已经要求各县市主管机关要求业者改正。这是107年租赁专法上路了后，政府头一遍对转租契约进行调查。主管机关内政部表示，查获当中发现业者大部分是因为沿用过去合约，所以才会有对消费者相对不利的条约。在专法还没有出现、定型化契约还没有出现以前， 他们的约规范的内容是比较简陋的，好，那当然也是相对比较有利于房东的一些规范。内政部提醒消费者，签约时阵会当比对主体转租定型化契约，一点一点来核对，嘛爱提供业者以个别磋商的名义来变更契约的内容。若做发现契约内容无合规定，会当向各地方政府的地政局处提出检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